家中富裕财，我想起了杨家家道贫，莫非是无有人前来算命？我本是金都财王先生，得到黑人杨亚明，大户人家叫算命，命金要守护良民。中等人家叫算命，台上台外台点心，贫穷人家叫算命，不要银子不要费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还要送礼金，到天动地也是爱送进小儿马高兵。须知言，放生在家不为阿天，我的算命非别人，冤枉他日也算得清。万里呀，家先生有点面熟啊！妈妈，我出是算命最难唱播，这黑人们还是第一次嘞。妈妈一定认错了。哦，他认错了，认错了，认错了啦！弟弟啊，快把台子拨上啊！弟弟啊，弟弟坐上椅子来啊！哎，先生，哎，扶着啊，扶着啊！
先生，我再去倒杯茶了啊！妈妈不用，不用啊！哎呀呀！哎呦，哪来的？哦，来，先生，吃茶，吃茶啊！多谢妈妈。哎呦，可惜个。妈妈，啊来噻！啊，妈妈，你要说的是内名还是女名啊？糯米。请报私人吧。啊？哦，先生，哎，我出门了，了哦。阿囡，侬丈夫人生是快讲嘞，丁某年归某月，并生的丁某子。哦，晓得嘞，哎，晓得嘞。哦，先生，我问你的是，丁某年癸卯月，凭什么？哎呀，啊，先生，赶我再出门了，我再出门了哦。凭什么新貌似？哎呀，对了，先生可以，先生好哟。人大是大本领，万岁要率是机灵，别人的名儿不为多，自己的名儿最。哎，先生，咱要详详细细、老老实实的说来啊，别不是拿去瞧瞧吧。妈妈，我一不管家，二不容人，早明日顺。妈妈听到。两岁娘娃抱，3句4岁的娘生，5句6岁无关干，7岁8岁上院门，9岁10岁与文昌官，11人到你，12岁到17。做啥？17岁上有在心，有啥个在心啊？17岁明白天干心，武功气朗多道生，朝中见人来上眼。他人家与我们最知名人老生，他是穷途老卡去漂为苦逼哈子故作强，夫人不讲先寒分，赢得红鸾喜心脏。
记面目难分世人情。老爷啊，老先生，我说个啦，这个姑娘搞个是一式一样呀！妈妈，对不起，老先生。先生，后来个呢？后来怎么样呢？对我顺来。好。17岁到18岁。18岁遇逢大难心，老岳子在飞来河，人民官司家在身，名满小人爱相爱，谁却怨命难忍。
在我上报。哎呀，先生，那该到啥个地方去告你？妈妈，我一路迎来听人讲，有一位新人请问出金榜，明日最苦到海人，你我愿带人去报偿。哪个马儿不退婚，哪个官夫不退茶，恐怕恩爱半世真这为官清正理扫荡，听你父子不许你们去高堂，一定能与生冤枉。先生，这定国大人真是个清官。是啊，你们去告场一定能告得准。哎，干嘛倒是要去死一死你？要去死一死你？哎呀，可到啥个地方下场子去呢？哎，到哪里去下场子呀？哎，我为谁呀？高兴还为谁的？为谁呀？哎呀，赶紧先生，今天现在赶紧去场。哦，对，今天快去多自便了。不用，我这里有。你今天我的先生不我。我的先生，哎呀妈，哎呀！他为张当所害，这冤枉么？看来说名都已经算出来了。三层老树冤情，字里行间血泪里，我死写上字是身份。明日里领教得知我法律。让你写好妈妈情况。好了好了。金啊，快弄这些进来，你这些空着吓得得不得了哦。先生，这是我大人当真是个清官。情之虽明日见，果然铁面无私。妈妈放心里。先生，要是长子高升，两个女婿分了冤枉。俺一定要好好的想想弄，妈妈，想想弄的啊！妈，今天小房子写得真好，先生学堂辛苦了，我们没有嫌弃他。哎，这副话你在上下子，再升级先生吧。哎呦，还是我个姑娘想得最恼啦！先生，那屋里穷，没动点好不？好，妈妈不用不用。这里啥子？你送给先生。妈妈不用。拿不得信了，不用不用吧。难为情哦。都爹妈妈。不要客气，你小意思，不要客气了啊。先生，啥子妈妈，这下子我收下一只，还有一只就留在这里。他是做啥？这下子认得夫妻